首先將腳趾公同腳踭拍埋，將體重平均分佈喺兩個腳掌嘅內外側，拉起膝頭哥，提起腿部嘅肌肉，注意保持將大髀最高嘅地方向後推，尾龍骨收返向身體嘅中間，然後將腰側同肋骨旁邊垂直咁向胳肋底嘅方向延伸，膊頭微微打開，直至到胸口旁邊提升，放鬆頸側嘅肌肉，手臂垂低喺身體嘅兩邊，後尾枕向天花板延伸，放鬆你面部嘅肌肉，眼睛水平線嘅向前望，穩定自然嘅深呼吸。